各位心角角嘅車友，歡迎嚟到我個頻道。上一集我哋講到，以前炒到有100萬甚至百幾萬嘅中港、粵澳兩地牌，今日跌到10零20萬都冇人要。當時就好多車友喺留言區同我講，心角角10零20萬買個兩地牌，可以走皇崗、走深圳灣，仲可以長期留喺內地，咪好抵。如果你都有呢種執到便宜嘅心態，今日心角角要真心勸你停一停，諗一諗，因為如果你買嘅係未實繳資本嘅空殼公司，你花嘅18萬、20萬買返嚟嘅，可能唔係一個彰顯身份嘅車牌，而係一個隨時要你銀荷包幾百萬現金嚟補數嘅死亡炸彈。今日呢集我唔單止要同你哋計數，仲要幫你哋保命。我哋會用最硬核嘅內地最新法律條文，拆解點解舊時代嘅養牌空殼公司喺2024年全新嘅公司法生效之後，已經變成會吞噬你身家嘅負資產黑洞。好，記得攞定心丸，我哋即刻揭開真相。要明白呢個地雷有幾毒，我哋首先要明白以前某啲中介係點樣憑空捏造一個兩地牌出嚟嘅。喺2024年以前，內地實行嘅叫認繳制。咩叫認繳制呢？即係我開一間有限嘅責任公司，註冊資本我可以吹到500萬甚至1000萬，但係我公司嘅章程入邊寫呢500萬呢，我就等50年之後先至存入銀行。法律係允許嘅，所以某啲中介公司為咗幫港澳車主達到申請兩地牌嘅公司規模門檻，幫你註冊咗一間資本額500萬嘅內地空殼公司，但銀行戶口裏邊其實1分錢都冇啊，即係實繳係0蚊啊！呢一套0蚊實繳嘅暗黑魔法喺過去幾十年運作得順風順水，大家買牌賣牌轉讓股權，轉來轉去都係只得一個空殼。當時買牌嘅老闆仲自以為好精明，哇！我用幾十萬就控制咗一間資本500萬嘅公司，仲附送一個兩地牌，簡直係完美套利啊！但佢哋忘記咗遊戲規則係由國家定嘅，而國家要改規則，往往只係需要修改一部法律。2024年7月1號，內地正式實施咗全新修訂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呢部新法例裏面有一條專門針對空殼公司嘅終極殺手鐧，第47條。條文規定，所有有限責任公司嘅全體股東必須喺公司成立之日起5年內全額繳足實繳資本。對於2024年7月前成立嘅舊存量公司，國家就給予3年嘅過渡期，最遲必須要喺2032年6月30日前，要為當年吹出嚟嘅註冊資本全部實繳到位。各位車友聽到呢度，你冷汗流咗落嚟未呢？我哋嚟算算呢筆賬啊！假設你今日覺得18萬、20萬好抵，買咗一間當年註冊資本500萬、實繳為0嘅養牌空殼公司，到咗2032年大限一到，又或者中途內地稅務、工商局來查冊，國家依法要求股東履行實繳義務，你作為呢間公司嘅法定股東，你要自己銀荷包拎翻出500萬真金白銀存入銀行嘅公司戶口。你本來只係想買個牌，放假去珠海打個邊爐，去深武買嘢，
結果最後係要揞500萬去養間空殼公司。呢啲唔係叫執着數，呢啲叫買牌送負債，一波帶走你嘅身家。可能有啲聰明嘅車友會諗，三哥哥，咁我哋買咗之後發現要實繳，我喺2032年前將間公司以1蚊轉讓俾其他人，又或者直接唔理佢，任由佢清算，咁唔得咩？唔好意思，新公司法嘅立法專家晨早就預判咗你嘅預判啦。新公司法第88條寫得清清楚楚，股東轉讓未按期繳足出資嘅股權，受讓人即係新股東未按期足額繳納嘅原股東即係轉讓人要承擔補充責任，而且如果呢間養牌嘅公司喺外部有任何債務又或者稅務糾紛，債權人可以要求出資加速到期，直接追討歷任股東。即係代表咩啊？第一，如果個舊賣家想甩身，就算你將個牌用18萬、20萬賣咗俾人，如果個新買家都係揞唔出500萬實繳，國家一樣可以跨境追討你嗰個原股東。第二，新買家想接盤，你一簽字過戶，呢500萬未實繳嘅法律責任就正式落喺你個頭上啦。以前啲中介賣兩地牌叫資產轉讓，而家賣呢啲未實繳嘅兩地牌，講得難聽啲啊，叫做合法轉移負債啊！睇下邊個傻仔最後接棒啊！主流媒體《星島日報》之前都有新聞專題追擊過，業內知情人士更加直接指出，如果你為咗攞個兩地牌，麻木掛名做內地公司嘅董事或者股東，只要呢間公司未來有任何稅務漏洞、債務糾紛或者營運違規，你作為法定代表人同董事，隨時俾內地嘅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甚至會限制高消費、限制出境。為咗呢個車牌，將自己嘅個人信譽同出入境自由全部都賠咗入去，你覺得值唔值得呢？報道裏面更加提到，掛住呢啲靠空殼公司出嘅車牌，難以保證可以長期使用，因為一旦呢間空殼公司因為沒有實際業務、沒有實繳資本，而被內地嘅工商局列入經營異常名錄，甚至吊銷經營執照，你手上嘅月ESET批文會即時失效，你花嘅18萬、20萬買返嚟嘅牌，隨時喺幾年間就會變咗一張白紙。講到呢度，心覺覺喺度要講句公道說話，市場上一樣有營運規範、資本已經100% 實繳或者做足咗合法減資程序嘅優質兩地牌公司。我今日提醒大家，絕對唔係話所有兩地牌都有問題，而係提醒大家買牌之前必須要查冊驗資。千祈唔好麻木去接受啲未實繳嘅空殼公司啊！如果你真係因為商務需要，一定要買傳統嘅兩地牌，你必須喺過戶之前做足以下2件事：第一，查冊驗資，要求賣家出示內地會計師事務所嘅驗資報告，確保嘅註冊資本已經100% 實繳到位，或者註冊資本原本就只係合理嘅10萬至到20萬。第二，要求減資，如果註冊嘅資本係500萬，但係又未實繳，必須要喺原股東喺過戶之前完成內地工商局嘅合法減資程序，把資本額減到去自己實繳嘅數字，先至好簽字。
但大家心知肚明啦，減資係要登報，要通知債權人，手續極度繁複，大部分急住甩手嘅買家根本唔願意去做。所以我哋再做最後一次深角角嘅計數總結，傳統兩地牌即係舊嘅空殼公司，買入嘅成本係10零20萬，潛在嘅法律風險高達幾百萬嘅未實繳資本，連帶責任加埋每年2至3萬蚊嘅公司維護費，港車北上，澳車北上，購入嘅成本基本為0，法律嘅風險都係0，純粹係個人車輛備案，完全唔牽涉內地公司稅務同股權。為咗一個1年都去唔到幾次嘅車牌，要去背負一間內地公司幾百萬嘅法律風險，呢筆數啊，你覺得划唔划算呢？時代真係變啦，以前玩兩地牌係門檻同財力嘅象徵，今日盲目接手舊嘅兩地牌，隨時會變成唔識法律嘅韭菜。做個清醒嘅車友，認清政策同法律嘅走向，先至可以喺灣區裏邊自駕遊裏邊笑到最後。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正在打算用幾廿萬去執平貨買個舊嘅兩地牌，請你務必將呢條片 send 俾佢，救佢一命。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硬核嘅法律對數對你有幫助嘅，記得俾心角角一個讚，同埋訂閱分享我哋呢個頻道。我哋下一集會繼續為大家拆解網約車嘅真相。我哋下一集見。